Hello，早晨，我係阿 Pella，今日同大家分享我嘅營養早餐。首先係營養代餐 Body King，今日係草莓口味，植物蛋白素、膳食纖維、益生菌、綜合營養 Double X。魚油 Omega 3，然後將佢搖均勻。哇 ！Cheers！你都跟我一齊食營養早餐啦！記得關注再走哦。